有時一個人崩潰，真係唔係電影入面嗰種突然間落大雨，音樂一起，主角跪低大叫嗰款。現實通常冇咁戲劇化，反而係你朝早照樣起身，照樣逼自己返工，照樣喺地鐵度扮清醒，照樣覆人，得啦，我搞得掂，照樣開會，照樣交嘢，照樣笑。表面上你同平時冇乜分別，但其實你入面嗰格電可能一早已經由綠燈跌到得返3%。你唔係冇責任感，你唔係突然廢咗，你只係一路都冇停過，消耗到個人乾乾地。去到某一日，你連講一句其實我真係幾攰都冇力，甚至有人問你，你都只係答一句冇嘢，我冇事，然後繼續頂。呢種狀態好多人真係唔陌生。尤其係返工返到靈魂出竅，星期日晚見到鬧鐘已經心口翳住，明明放假，但個腦仲喺度諗 email 嗰種。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師，之所以咁多人睇完都有共鳴，正正就係因為佢冇用一種高高在上嘅姿態教你做人。佢唔會一開波就同你講你要正能量啲啦，心態改變命運。做人最緊要積極。講真，如果一個人已經好攰，你再塞多句加油俾佢，有時效果真係同人哋食緊辣，你再倒辣椒粉落去差唔多。呢本書可貴嘅地方係佢好溫柔，好有耐性，陪你慢慢睇清楚。原來人有時唔係唔肯努力，唔係懶，甚至唔係脆弱，而係長期喺某種心理模式入面逼自己逼到冇晒氣。佢唔係叫你即刻振作，而係幫你理解自己點解會搞成咁。呢一下其實好重要，因為好多時，當你終於明白自己唔係有問題，而係有原因，個人已經鬆一半。書入面嘅主角本身俾人感覺係一個幾活潑、幾愛玩、幾外向嘅角色，成日好似嘻嘻哈哈，應該幾識享受生活。但故事一開始，佢已經完全唔係嗰回事。佢成個人沉落去，冇精神，冇動力，唔想見人，做咩都提唔起勁，連基本起居都亂晒龍。你可以想象成一個平時成日喺 office 最識講笑嗰個同事，突然間靜到連 lunch 都唔想落街食 ，message 已讀唔回，大家先發現，喂，佢唔係單純忙，佢真係唔對路。主角就係咁，被身邊朋友留意到狀態出問題之後，去見心理師蒼鷺。而成個故事最吸引嘅地方就係佢唔係一兩頁講完，去完見心理師，於是好返晒，冇咁簡單。佢係透過一節又一節會談，一層一層將主角點解會咁攰，點解成日貶低自己，點解咁易跌入低谷，慢慢揭開。你會發現，原來一個人而家嘅辛苦，好多時唔係今日先發生，而係以前好多未處理好嘅嘢，一路積埋埋，最後喺某個位一齊爆出嚟。呢本書最多人記得嘅，一定係佢講嘅父母自我、成人自我、兒童自我。聽落好似有啲心理學 textbook 味，好似一聽就想瞓。但其實呢個概念超貼。所謂父母自我，就係你內心入面嗰把權威聲，可能好嚴厲，可能好挑剔，成日批評你、糾正你，叫你快啲、叻啲、乖啲，唔好失禮，唔好俾人睇死。嗰把聲未必真係你父母本人，但多數係你細個一路聽翻嚟，最後內化咗嘅語氣。兒童自我就係你內心嗰個細個嘅自己，會驚，會委屈，會想被愛，會想人讚，會唔服氣，會鬧情緒，會受傷。至於成人自我，就係相對理性、清醒，可以根據現實去判斷同選擇嘅部分。好似你內心嗰個終於肯坐低睇清楚件事嘅自己，而唔係一味衝動或者一味自責。點解呢個概念咁好用？因為好多時我哋辛苦，真係唔係因為外面發生咗咩驚天動地嘅大事，而係因為入面三把聲日日打交。你明明做咗好多嘢，返工又 OT， 屋企又照顧，朋友又兼顧，表面睇已經算撐得幾勁，但你內心個父母自我仲會喺度話未夠，你咁都叫辛苦，仲有人慘過你，
快啲啦，唔好咁玻璃心。跟住你個兒童自我又會好委屈，心諗其實我都想休息下，我都想有人明白下我。然後如果你個成人自我唔夠穩，你就會俾前面兩把聲拉扯到散晒。嗰種感覺就好似你喺金鐘轉車，前面月台閂門，後面又有人趕住推你，手機又震，上司又 message 你，有冇 update？ 你連自己想去邊都未搞清楚，已經俾人潮夾住行，人點會唔攰？書入面其實唔止講3種自我狀態，仲有一個好重要但成日俾人忽略嘅概念，叫做人生位置。簡單講就係你內心深處點睇自己，同埋點睇其他人。最健康嗰種當然係我 OK， 你都 OK。但書入面嘅主角長期卡住嘅，反而比較似我唔 OK， 你 OK。即係佢好容易覺得自己差，自己唔夠好，自己冇人哋咁強，其他人就好似比較叻、比較穩、比較值得被愛。呢種心態一出現，你就好容易成日同人比較，而且點比都輸。香港人應該超有共鳴。你打開 IG， 見人去旅行、轉工加人工、結婚生仔、買樓做 side job， 仲有時間跑步整麵包。然後你喺度食緊71飯團，搭緊黐黐立立嘅港鐵，個腦即刻自動彈一句：點解人哋得，我搞成咁？其實唔係你真係差，而係你已經不知不覺跌咗入我唔 OK 嗰個位置。香港人特別容易中呢種模式，真係唔出奇。由細到大，我哋好多人都係喺比較文化入面大，細個比較成績，大個比較人工。細個問你考第幾，大個問你做邊行。細個話你唔夠勤力，大個話你唔夠上進。仲未計屋企人最愛嘅經典對白，例如人哋都做到，點解你唔得？你咁樣點得？穩定最緊要，唔好搞咁多嘢啦。聽得多，嗰把聲真係會搬咗入你個腦，之後就算冇人再催你，你都會自動催自己；就算冇人再鬧你，你都會自己鬧自己。於是你以為自己好自律、好上進、好識鞭策自己，但其實好多時只係習慣咗用自我批判去推住自己行。短線可能有用，長線一定出事，因為冇人可以日日靠內心阿媽式、阿 Sir 式、老細式語氣去維持生命值。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師，最打動人嘅地方唔係佢提出咗幾勁嘅理論，而係蒼鷺點樣陪蛤蟆一步一步找到自己。蒼鷺冇急住安慰佢，亦冇幫佢下判斷，佢唔會話哦，你咁樣係因為童年創傷。下一位。相反，佢係不斷問問題，等蛤蟆自己慢慢發現，原來我一直都驚被否定，原來我咁想討好人，原來我習慣將自己放喺一個比較低、比較弱、比較無助嘅位置，原來我每次一唔開心，就會好快翻返去細個嗰種無力感。呢個過程聽落好似好慢，但其實正正就係治療同成長最真實嘅樣。因為好多人都以為心理輔導係人哋講一句金句你就突然開竅，現實冇咁方便。真實情況通常係你要反覆見到同一個模式好多次，先開始肯承認，哦，原來我真係一直都咁。嗰下未必爽，但好真。書入面仲有一個幾重要嘅位，就係講到人生腳本，即係話人好多時會不自覺重演自己細個學返嚟嗰套生存方式。好似如果你細個成日覺得自己要乖、要聽話、要照顧氣氛、要唔麻煩人先有價值，咁你大個之後，就算已經攰，你都仲係會本能地講得呀，我幫手，唔緊要啦，我 OK。又例如，如果你細個成日俾人批評，長大後就算其他人未出聲，你都已經先批評自己。主角喺治療入面慢慢睇到，原來自己而家之所以成日跌入低位，唔係因為佢天生注定咁廢，而係佢一直喺重演一套舊劇本。呢個概念對香港人真係好實用，因為好多人表面上係打工，其實暗地裏係每日演緊一出我唔可以失手之，如果失手我就冇價值嘅連續劇，而且仲長壽過處境劇。例如你諗下香港打工仔一個超常見嘅場景，你本身手頭已經有3個 deadline， 一個同事行埋嚟話可唔可以幫我睇一睇呢份嘢？
其實你心入面第一秒係想講唔得，我爆啦，但第二秒你已經笑笑口答好，你 send 俾我。跟住夜晚9點半，你仲坐喺 office 食住已經凍晒嘅外賣，個人燥到爆，心諗點解冇人幫我？但老實講，可能你由頭到尾都冇俾個人知道你已經 overload。呢個就係好多香港人都會有嘅腳本。我唔可以令人失望，我要頂，我要撐，我要做個冇麻煩、好合作、可靠到癲嘅人。表面係成熟，實際好多時係驚拒絕人之後唔再被中意，驚講真話之後會被嫌棄。另外，書入面有啲位置都好清楚講到，情緒並唔係你要即刻消滅嘅敵人，而係理解自己嘅入口。呢點我覺得係全書最值錢嘅精神之一。你會唔開心，唔代表你廢；你會嬲，唔代表你有病；你會羨慕、妒忌、委屈、自卑，唔代表你唔成熟。反而只係代表你係一個正常到不能再正常嘅人。問題唔係有情緒，而係你好多時一有情緒就即刻判自己有問題。香港人成日會咁，一覺得攰就話自己懶，一覺得委屈就話自己玻璃心，一想喊就話自己唔夠大個。結果係點？結果就係你唔係冇情緒，而係你唔敢認，你一路壓，一路扮冇事。到最後個情緒唔會消失，只會轉個方式出現。可能係你突然失眠，可能係你對住好小事都爆粗，可能係你明明放假都開心唔返，亦可能係你個人麻木到連開心同唔開心都分唔到。有一個幾值得放入講稿入面嘅重點係，蒼鷺其實一路都喺幫賈摩強化佢嘅成人自我。咩意思？即係唔再淨係靠細個留低嘅情緒反應，或者靠內心嗰把批判聲去做決定，而係學識停一停，睇清楚而家究竟發生緊咩事。我而家係真係做錯咗，定只係又喺度自己嚇自己？我而家係想幫人，定其實係驚拒絕咗人之後會內疚？我而家係真心想努力，定只係驚自己一停落嚟就覺得自己冇價值？呢種能力聽落普通，其實超難，但好重要。因為當你嘅成人自我開始穩反啲，你就冇咁容易俾外面一句說話，俾自己一下情緒，俾一個比較畫面拉到周圍走。你會開始分得出呢句係事實，定只係我內心批判模式又發作。講白啲，即係你終於唔會再俾內心嗰位長期開咪嘅惡頂評判員完全控制你嘅人生。呢本書特別適合邊啲人？坦白講，我覺得係特別適合嗰啲平時最中意講冇事啦、小事啫、唔緊要，我頂得住，我都唔算最慘啦嘅人。因為好多時最需要被照顧嗰個，往往就係最唔肯承認自己需要照顧嗰個。你可能一路都將自己縮細，縮到最後連你自己都聽唔到自己。你唔敢講攰，因為怕麻煩人；你唔敢講唔開心，因為怕人覺得你麻煩；你唔敢停，因為一停你就好似會面對好多一直唔想面對嘅感受。所以你寧願忙，寧願撐，寧願扮 OK。好多人對心理輔導到而家都仲有啲距離感，總覺得去見心理師好似代表事情已經嚴重到不得了，或者等於承認自己有問題。其實完全唔係咁。人傷風感冒會睇醫生，牙痛會睇牙醫。咁心入面亂、痛、攰、卡住，點解唔可以 call 專業人士陪你整理？而且人幫手唔一定係因為你已經跌到谷底，更多時候係你想早啲明白自己，唔想再用舊方法磨蝕自己。就好似你部手機用到成日發熱，跳 app 你都會知係時候清一清 background apps 啦。人都一樣，只不過我哋習慣咗對機比對自己更有耐性。如果要再講深一層，我覺得呢本書最厲害嘅位係佢俾人一種希望。過去有影響你，但唔等於過去可以永遠定義你。哈姆喺治療過程入面慢慢明白自己以前點樣被對待，點樣形成咗某啲信念，的確會影響今日嘅佢。但佢唔需要成世都跟住嗰套舊劇本演，佢可以重新學、重新揀、重新回應。對好多人嚟講，呢句其實好重要。
因為我哋好多時會覺得自己一向都係咁，改唔到。我天生內向，我一向都好怕人，我屋企就係咁，所以我都係咁。呢本書會溫柔咁提你，唔係，你係可以慢慢唔同嘅，未必一夜之間大翻身，但起碼你可以由覺察開始。你下一次再自責，可能停一停；下一次再想無止境討好人，可能問一問自己；下一次再講我冇事之前，可能老實少少同自己講，其實我有事，而且我值得處理。所以如果要我用一句話總結呢本書，我會話，真正嘅療癒唔係逼自己快啲好返，而係終於肯停低，認真睇下自己究竟發生咩事。呢本書唔係教你點樣一夜之間變成情緒穩定大師，亦唔係要你睇完之後即刻豁然開朗，到第二朝6點起身跑步再感恩世界。佢做嘅反而係一件更實際、更有用嘅事。當你終於明白自己點解總係咁辛苦，點解總係咁易自責，點解總係咁驚令人失望，你先至有機會唔再同自己作對，嗰一步先係真正開始好返。如果你最近都成日冇精神，做咩都提唔起勁，成個人好似長期低電量，連同人解釋都嫌煩，我反而想同你講，不如先唔好急住逼自己振作，唔使一秒變好，唔使即刻諗通，唔使連崩潰都要 KPI 化，你可以先俾自己一啲空間，承認一句係啊，我而家真係幾辛苦。你亦可以問下自己，我呢排係咪一路用鬧自己嘅方法去撐住自己？我係咪其實一直都冇認真聽過自己想講咩？有時修復唔係由做更多開始，而係由你終於唔再扮冇事開始。若然你聽到呢度，覺得主角某啲狀態同你好似咁，其實已經係一個開始。起碼你而家知道你唔係懶，你唔係廢，你唔係淨係諗多咗，你可能只係真係攰咗好耐，而知道自己攰從來都唔係弱，反而係你開始對自己誠實嘅第一步。